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代替甲订票的期限，为14天延到28天。所以中秋节4天连假的火车票，今仔日开放注文，为昨暝晚12点到早起的9点。短9点钟就卖出到24万张票。这个东部干线上界热门，台北往回花莲甲台东的长途的自强号热门的时段总卖了咯。一个月了，才是4天的中秋节连假，但是已经开始抢火车票啊！9月30开始，6天的时间已经加开185班车。今日透早开放订票了后，9点钟以来已经有24万2056张去注文啊。目前的订票的资料跟去年相比是相同的，因为最主要是去年是3天假，那今年是4天假。回乡加上出去佚佗的人潮，和东部的铁路线车票做歹买，台北到花莲台东9月30到10月初1长途自强号的票全部拢卖了啊！花莲台东到台北10月初4透早7点了的车票嘛拢卖了啊！西部铁路线的火车票台北到高雄连假进前一天下晡3点了后，一直到10月初1下晡1点进前嘛拢卖了了。高雄台北10月初4 9点到5点嘛卖了。订票2天后的早上9点，我们会再重新开放逾期未取的车票给旅客订票。过来高铁中秋连假的车票嘛要开始卖啊！赶快对9月30开始，加班车188班，明仔透早开放订票，若要等伊处理过中秋，卡手可能会较慢咧哦。